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好，我们要在开始礼拜之前，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谢谢您再一次引领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让我们透过礼拜与你亲近。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我们是软弱的罪人，需要透过亲近你来得到更新改变的力量。求你在今天的礼拜当中掌权做主，让我们顺服你的引领，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恳求您也跟今天主礼礼拜的同工同在，无论是敬拜团、诗会、诗琴，或是传讲信息的牧者，主你用你的圣灵带领、保守、眷顾这些同工们，借着他们成为你贵重的器皿，来荣耀你的圣名。主啊，我们特别将我们的教会仰望在你手中，求你保守眷顾，让教会充满你所赏赐的爱。让我们在教会当中学习彼此相爱，互相扶持，让软弱的变成为刚强，让贫穷的成为富足。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让我们生活在台湾这块土地上，求你持续的保守眷顾，让台湾充满你所赏赐的仁爱跟公义。我们也将现在还有相当严重疫情的各国都仰望在主手中，求主保守眷顾，让我们得着真正的平安。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邀请大家一同从座位上站起来，一起来喜乐地敬拜我们的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前来敬拜永远的君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大声宣告主荣耀降临，荣耀尊贵，能力权柄归于你。你是我的救主，我的救赎，荣耀尊贵，能力权柄归于你。你是配的，你是配的，你是配的，我的敬拜。当我们再唱一次的时候，让我们用更喜乐的心来敬拜我们的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前来敬拜永远的君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大声宣告主荣耀降临，荣耀尊贵，能力权柄归于你。你是我的救主，我的救赎，荣耀尊贵，能力权柄归于你。你是配的，你是配的，你是配的，我的敬拜。荣耀尊贵，荣耀尊贵，美丽无比，神的儿子，耶稣我的主。荣耀尊贵，美丽无比，神的儿子，耶稣。我的荣耀尊贵，美丽无比，神的儿子，耶稣我的主。荣耀尊贵，美丽无比，神的儿子，耶稣。荣耀尊贵，美丽无比，神的儿子，耶稣我的主。荣耀尊贵，美丽无比，神的儿子，耶稣我的主。荣耀尊贵，能力权柄归于你。你是我的救主，我的救赎，荣耀尊贵，能力权柄归于你。你是配的，你是配的，你是配的，我的敬拜。你是配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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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敬拜。我就说主啊，你是配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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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敬拜。哈利路亚！是的，主是荣耀尊贵，配得我们今天敬拜的神。让我们用我们最大的掌声和欢呼献给我们的上帝。主啊，吸引我们能够更深来渴慕你，更深来敬拜你。在你的宝座前，天使聚集赞美，荣耀永远属于你。万国、万口、万邦，万国万口
们更深享受在你的同在里。在你的同在里，我们扬声敬拜，爱慕颂赞不停息，喜在今在永在，喜在今在永在，万事尊崇爱戴，唯要诉说你的爱。是的，主，主我们献上，我们献上全心的赞美，归于至高全能的君王。我们的声音诉说你的荣耀，你的慈爱直到永远。我们献上生命的敬拜，可不能够更多亲近你。我们的儿女歌颂你的美好，欢迎你的国度降临这土地。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荣耀都归于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让我们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荣耀都归于你。我们献上全心的赞美，归于至高全能的君王。我们的声音诉说你的荣耀，你的慈爱直到永远。我们献上生命的敬拜，可不能够更多亲近你。我们的儿女歌颂你的美好，欢迎你的国度降临这土地。蒙恩的儿女，我们的儿女歌颂你的美好，欢迎你的国度降临这土地。是的，主，愿我们真能成为那个歌词中所说，渴慕能够来亲近你的蒙恩的儿女。让我们每一个人献上我们自己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来回应神他对我们的呼召。你呼召我离开本地，我舒适的地方，心中会软弱，双脚会颤抖，但你赐我力量。我的生命献上在这祭坛上，预备自己被你扩张。你的带领总是超乎我想象，我愿顺服，我愿降服于你。
我顺服。圣灵啊，吸引我们，使我能够回应从你而来的呼召。成为祝福，成为祝福。我愿意献上我生命。主啊，愿你满足。愿你满足。我愿意跟随你脚步，成为祝福。成为祝福，成为祝福。我愿意献上我生命。主啊，愿你心得满足。我愿意跟随你的脚步。主啊，愿你成为手中的祝福。来颂赞你的名，主啊，愿献上所有，我愿献上所有，毫无保留，让那里因我顺服而得福。我愿献上所有，我愿献上所有。是的，主啊，愿你喜悦我们每一个孩子在你面前同心合意的敬拜。主啊，我们真的是渴慕能够回应你的呼召，渴慕能够献上我们所有来到你面前为你所用。主啊，求你亲自来抓住我们的心，使我们成为那一个用全心全意全力来敬拜你来爱你的那个百姓。主啊，帮助我们能够更深来渴慕你。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时常还是会有许多的软弱，许多的不足，许多的沮丧，但主啊，帮助我们能够更深的降服，来在你面前顺服你的心意。主啊，谢谢你，我们将祷告不完全，要用主所教导我们的主祷文，这样来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各位弟兄姐妹，请坐。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谢谢青少年敬拜团以美好的诗歌赞美来开始今天的主日。现在我们一起来攻读圣经中上帝的话语。
请大家翻开旧约申命记第34章1到12节。旧约申命记第34章1到12节，记载在现代中文译本第247页。好，我们一起来念。摩西从摩押平原登上尼波山，到了耶利哥对面的比斯加山山峰。上主在那里让他看见迦南全地，从基列到北面的但城、拿弗他利全境、以法莲和马拿西地区、犹大全境，向西延伸到地中海、犹大的南部和那索尔到棕树城耶利哥中间的平原。上主对摩西说：“这整片土地就是我应许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要赐给他们子孙的。我已经让你看到这片土地，但是你不能进去。”于是上主的仆人摩西死在摩押地，正如上主所说的。上主把他埋在伯比尔城对面的摩押山谷，直到今日，没有人知道他埋葬的地方。摩西死的时候120岁，仍然强健，视力很好。以色列人民在摩押平原为他取哀30天。嫩的儿子耶书亚充满智慧，因为摩西按手委派他做继承人。以色列人民听从耶书亚，遵行上主借着摩西颁给他们的诫命。以色列中从没有像摩西那样的先知，上主曾经面对面和他说话。从没有先知能够行上主差派摩西对付埃及王、他的臣仆和埃及及全国时所行的神迹奇事，也从没有先知能够行摩西在全以色列人民面前所行伟大惊人的事。愿上帝祝福听他的话又受感动去做的人。接下来要传讲讯息的是蔡主任牧师，题目是圣经人物系列第34摩西12，请大家一起恭信来领受。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我们要继续从摩西来学习生命的功课。在领受上帝的话语之前，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谢谢您再一次引领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让我们可以透过你的话语再一次更新改变我们的生命。主啊，我们是软弱的罪人，求你与我们同在，清洁我们的心，让我们有属天的智慧来明白你的话，并且赏赐足够的信心与爱心，让我们在实践你的话语没有任何阻碍。主啊，此刻求你帮助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我们要来看摩西系列的最后一讲，我们来谈到摩西死的事情。摩西是一个被以色列人相当怀念的一个信仰的伟人。他之所以被怀念，是因为他用一生来见证最美好的生命就是一生服侍神。他之所以被纪念，是因为他的生命，而不是他的作为。我们一般人大概会认为说，我们一定要完成什么样的丰功伟业，我们才会被别人怀念。所以我们尽其一生，希望建立很多的事业，或是完成很多的成果。但是如果从我们自己这样用这种观念来判断，摩西好像不是值得怀念的，不是一个伟大的人物，因为他没有完成上帝交代他的使命。上帝要他带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并且进入迦南地，他没有完成这样的使命。但是我们看到他一生就是活在神的旨意当中，而且是尽其在我，一直到他死的时候，所以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我们的一生
其实神看重的不是结果，而是生命的过程。我们只要努力去活，就会得着上帝的喜悦。我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听过一句话，这句话一直深印在我的心中。这句话就是说，生命是一场尽力的演出了啊！生命是一场尽力的演出，也就是说，每一场生命，生命当中的每一个时刻，我们都应该尽力的扮演好上帝给我们的角色。我们在思考说，摩西为什么会做这样的选择？为什么愿意鞠躬尽瘁？其实，我认为上帝透过摩西所颁布的律法，他一定深深的掌握住这个律法的核心要点，也就是说，圣经当中最重要的诫命。但是这个诫命，这个最重要、最大的诫命记载在很多的地方牧师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申命记》第10章12到13节这样说：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上帝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为要叫你得福。所以这一条最大的诫命其实是叫我们得福的诫命。那这条诫命我们一般来说我们都会想说什么叫做爱上帝？什么叫做尽心？这个心是什么？尽性这个性是什么？我们常常会去想这些事情，当然这个都很重要。但是其实这段经文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字就是尽尽。因为尽是什么意思？尽就是全部，就是毫无保留、完整的。所以上帝叫我们毫无保留的把我们自己奉献来侍奉他。如果我们完全明白什么是心、什么是性、什么是爱的意义，但是却做不到尽，那么所有的了解、所有的知识都是枉然。这边指导我们说，侍奉上帝只有一种方法，只有一种态度，只有一种爱，就是尽心、尽性、尽力、尽意去爱。我们一般人在投资的时候都知道要避开风险，对不对？我前一阵子我们参加我们牧师的这个北一区，就是七星宗会当中有一个北一区的这个聚会的时候，特别他们都知道很多牧师不会理财就请一个专家来教我们理财。所以这个专家就告诉我们说投资要比较平稳的投资，就是要分散风险，不要，意思就是说，俗话说的说，不要把鸡蛋都放在同一个篮子所以你要分散风险当然那个说了很多，其实我也不太了解了不过就是知道要分散风险不要把所有的钱财都投注在某一个部分那这个是理财投资但是信仰上我们要理解，上帝要求的不是平衡，而是尽。因为爱上帝、服侍上帝、侍奉上帝，不是投资，不是理财，不能用计算风险的原则。上帝对我们的要求就是尽人要尽自己的能力，尽自己的一切，这是独一真神的要求。所以爱神的生命所追求的不是平衡，而是尽，就是把你的一切都付出。尽就是把所有的杂质杂念都除去，用最单纯的心，全心全意来爱上帝。这就是摩西的生命教导我们的。从他被上帝呼召的那一天起，他就尽心尽力来服侍，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信徒需要学习的。我们下个礼拜要攻守圣餐，今天的第1堂跟第3堂有守圣餐，那我们是下个礼拜要守圣餐。这是疫情之后的第一次圣餐。
那请大家预备心，在圣餐的时候，我们要思想，耶稣基督就是为我们牺牲，而且是尽他所能，把他的生命完完全全投入，没有保留。所以，当我们拿到那个饼、拿到那个杯的时候，我们想说，这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为我们破碎，为我们流出他的宝血。这就是一种敬的态度。所以，不论是摩西，不论是耶稣，他之所以被我们尊敬、被我们怀念，是因为他用敬的态度在服侍神。这是我们要学习的第一样。第二样，虽然我们看似摩西虽然没有成功，但是摩西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他成功的交棒给约书亚。整个出埃及行动最成功的关键就是摩西培养了约书亚，后继有人，这是非常重要的关键。圣经这样说，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说，认得儿子约书亚充满智慧，因为摩西按手委派他做继承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摩西是成功的，因为他不只是做神要他做的工作，他还培育约书亚跟迦勒，他用他的生命、用信心、用爱心建造他们，以致当上帝要呼召摩西回去的时候，他立刻可以把棒子交给约书亚。所以请大家记住一点，如果我们成功却后继无人，那不算做真正的成功。我们的成功就是可以把棒子做好传承，一代一代传承下去。在圣经当中，我们看到耶稣也是一样。耶稣完成救赎的工作之后，他把大使命交给门徒，让门徒继续来完成。他训练栽培门徒，然后对他们说：圣灵要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耶稣完成他阶段的使命之后，他把工作传承下去，一直到今天，你跟我的手上都承接着大使命的这件工作。这叫做后继有人。在教会当中服事也是一样，我常常发现好的领导者，不是他在职的时候，他做这个职分的时候，他所负责的工作很好，他下台之后就乱七八糟，就崩盘。不是这样，一个好的领导者是他负责的团契，他负责的小组，在他领导之下很好发展，但是在他离开这个职分之后，他所负责的这项事工依然有人传承下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因为生命当中有些事情你没有完成，就觉得自己是失败的。我们如果能够完成上帝托付的工作，积极的做门徒的训练，深信我们所担任的职分可以一代一代传承下去。在交接的过程当中，我们透过摩西来学习，我们看到摩西的用心是每一个领导者都要学习的。首先，他在挑选他的后继的人当中，他是慎重的挑选。我们看到他有一次，摩西差派12个探子先去探查迦南地的时候，他们回来回报的时候，摩西就在观察了。他发现只有约书亚跟迦勒回来是报正向的消息，其他10个人都报负面的消息嘛，所以他知道，这2个人是可以重用的，然后从当中他去选择约书亚。所以慎选好的后续者，会为你所负责的团体带来福气。这是我们要学习，要慎重的挑选。接着要怎样？要适时的委派。我们先要委派他做一些工作，让他慢慢从服事当中成熟。所以无论你是担任团契的会长，或是担任教会的小组长，你在拣选出适合承接的人之后，你就要慢慢的委派他一些工作，让他从服事当中去成长，从这个服事当中去学习。
我们看到摩西也是这样。你们如果去看圣经当中，有一次在利非定的时候的征战当中，摩西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部署，就是他安排自己跟亚伦跟户尔在怎样，在山上做属灵的征战嘛，对不对？然后他委派谁？委派约书亚在地上做实际的征战，让他有实际领导的经验。所以摩西就是这样慢慢的培育约书亚，最后就可以怎样顺利的交接。当适当的时候到了，摩西就把棒子交给约书亚。所以摩西死了，他交棒给约书亚来接续他的工作。他承接这样的工作，就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入上帝所应许的迦南地。所以从这一点来看，摩西是不是成功？虽然他没有完成上帝交代他的工作，但是他的后继者承接他的工作，完成了这件工作。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摩西是成功的。在圣经当中，我们也看到相反的例子，不久之后就发生了。谁？约书亚。我们看到圣经很可惜的，士师记第2章第7到第10节说，约书亚在世的时候，以色列人都侍奉上主。他在的时候都很好，他110岁的时候死了，就那一代的人都死了，下一代的人却不知道上主以及他为以色列人民所做的一切。这就是负面的例子。约书亚没有从摩西当中去学到要安排训练后继者来承接他的工作。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摩西值得学习跟怀念的地方。他借着后继者来完成上帝交代他的工作，他后继有人，就功成身退。最后一点，牧师要跟大家一起来想的就是，摩西在120岁的时候，他身体的状况依然很好。圣经说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神最后要摩西上尼波山，然后又到了比斯加山去俯瞰整个迦南平原，让他朝东南西北去看。然后上帝告诉他说，你的工作结束了，你的生命要落幕了，你会死在山上。上帝把他埋葬。摩西顺服上帝，他就长眠在山上，直到现在还没有人能找到他的尸体跟坟墓。我常常在想说，我们人过世了，不管什么样的人呢，不一定要伟大的人物，我们都会在教会里面为他办个告别式，对不对？很多他的亲朋友好友会来怀念他。可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摩西是上帝亲自给他埋葬，直到现在没有人可以找到他的尸体跟坟墓。这样人的一生值不值得？牧师要跟大家分享2点。他是一个没有坟墓的凡人。其实如果你想要写伟人，牧师也同意了。没有坟墓，为什么上帝要如此做？我们有时候会为摩西抱不平，服侍上帝40年，到最后迦南地也没有他的份，连个坟墓也没有。我们要理解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以色列人跟摩西相处40年，他们很爱摩西，很尊敬摩西，很依靠摩西。你知道，一个人爱某一个人，一些人爱某一个人，尊敬某一个人，到最后会怎样？会崇拜他。所以当他死了之后，他可能把摩西偶像化，会去膜拜他的坟墓。因此上帝让他死的地方没有人知道。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很特别的，就是在新约的犹大书的第1章第9节。第9节了。他说，甚至天使长米迦勒为了摩西的尸体跟魔鬼争辩时，也不敢用侮辱的话责骂他，只说主要谴责你。这段经文我们看起来会很奇怪，因为在新约旧约我们都看不到类似的记载。但是在早期教会的经典当中，有一
有一本书叫做《摩西升天记》，当中的附录记载着摩西死后，天使长米迦勒为他的尸首跟魔鬼征战，最后使他凯旋归天。那在这本书当中，提到了摩西为什么要去取，魔鬼为什么要去取摩西的尸体？他的理由是摩西曾经杀过人，犯过罪，凡杀人的凶手都属于魔鬼的权下，所以魔鬼说你的这个尸首是我的。那魔鬼为什么要争取这个摩西的尸首？是因为他要利用他的尸体作为偶像，诱惑以色列人去崇拜他，使他陷在拜偶像当中。所以神至今不让以色列人知道摩西埋葬在何处，也是一样。不然我牧师跟您保证，现在那个地方又多了一个观光景点，叫做摩西的墓，常常会有人去看，这是摩西埋葬的地方。大家记不记得美国把这个宾拉登杀死了之后，大家知道美国他们怎么处理？他们是用海葬处理，对不对？其实就是跟这个意思是类似的，为了避免宾拉登的墓地成为盖达组织的圣地。所以牧师要大家理解，人如果死了之后成为偶像来纪念，而忘了每一个人都是软弱的有罪的罪人，这不是神喜悦的。摩西的成功、失败、顺服、忠心、信心都记载在圣经当中，他的生命当中有许多可以让我们学习的，但是他并不是完全的人，值得我们尊敬，却不值得我们崇拜。这同时也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为了荣耀上帝而存在的，不是为了荣耀自己，不要窃取神的荣耀，请大家特别注意。那他是一个没有坟墓的人，但是他却留下来可以追思的典范。摩西临终的时候没有排场，没有告别礼拜，只有神为他埋葬。以色列人找不到他的尸体，他们只能在山下追思哀哭30天。摩西的生命的确令人怀念，他的生命有值得我们学习的许多地方。他虽然死得极寥，但是圣经说，以后以色列人中再也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他是可以当着上帝的面跟上帝说话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有一天我们离开这世上，人们在我们的墓碑上面写什么，在我们的故人阅历上面写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上帝如何评价我们的一生。我们拥有多少银行存款，多少的财产土地，都比不上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我曾经做过一个梦，这个梦是梦到我有一天去参加一个告别式，我就坐在那个告别式场，很多人都来参加那这个诗会一开始念的时候，就开始念说基督徒故蔡正道弟兄告别式开始。我说我去参加我的告别式，然后我旁边坐一个很奇怪的人，他也来参加告别式，他身上穿的那个白色的袍，好像天使一样，他坐在我旁边陪我做这个告别式。然后讲到故人阅历的时候，上面写的很精彩，写的很好，说蔡正道牧师一生忠心侍奉主。那个白色的那个可能不太认同，他就拿一支笔把那个划掉。然后又说他在这个教会当中服侍相当的认真，在家庭是一个好先生好爸爸，他又摇摇头又把它划掉。我说这个人怎么这样？后来我惊觉说这个人可能是天使或是上帝。
我们人的一生的价值不是自己评价的，也不是人眼中看到的，而是上帝给你评价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再说一次，当我们离世的时候，人家在你的故人阅历上写什么，并不重要，最重要是上帝如何评价我们的一生。所以后来我那个梦醒了，赶快认真的去写讲道篇。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纪念一个人，不是单单纪念这个人的贡献，而是让他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真正成为我们的典范。我们可以透过摩西的生命，积极的活出美好和上帝心意的生命。摩西我们讲了那么多讲，他的生命落幕了，但是却带给我们极大的影响。我们生命要如何？你我的生命要如何？在于你自己的选择。愿上帝帮助我们。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谢谢你透过摩西来帮助我们。主啊，我们愿意一生尽力来服侍你，求你帮助我们。我们愿意全心依靠你，顺服你，用我们的生命来荣耀你。求你帮助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用一首诗歌来回应上帝的话语。你呼召我离开本地，我舒适的地方，心中会软弱，双脚会颤抖，但你赐我力量，我的生命献上在这祭坛上，预备自己给你扩张。你的带领总是超乎我想象，我愿顺服，我愿降服于你，成为祝福。我愿意献上我生命，愿你满足。我愿意跟随你脚步，成为祝福。我要一生颂赞你名，我愿献上所有，毫无保留，让那地因我顺服而得福。我把眼睛闭上。牧师要为大家来祷告。我们今天领受上帝的话语，我们透过摩西的一生来学习。如果你愿意尽自己的一生来服侍神，并且完全顺服，用你的生命来荣耀主的，请你把你的手举起来，牧师要为你祷告。感谢赞美神，好，感谢主，感谢主。好，如果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当中如果有一些人有特别的需要人家来服侍你，来为你祷告的，你可能身上有病痛，或是你有什么担忧的事情，什么悲伤的事情，需要别人为你祷告的，你可以把你的手举起来，好，我们请带祷的同工们来帮助，好，你一直举着，一直到有人走在你身边，好，我们后面那边，姐妹需要，好，
好，这边也有哈，那后面有哈，我们请同工来协助哈。其他的人，我们可以用手放在我们的心上，对上帝说：主啊，我们的生命来自于你，我们愿意用我们的生命来荣耀你啊，来求神帮助我们。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你让我们在礼拜当中亲近你，并且明白你的心意。求主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特别是第一次举起手这些弟兄姐妹，主你亲自赐福保守眷顾他们，坚固他们的心智，让他们一生服侍你，尽自己的力量，用生命来荣耀你的圣名。我们也将第二次举起手这些弟兄姐妹全然交托仰望在你手中，求你亲自保守眷顾。有忧伤的，求你亲自安慰；有病痛的，求你亲自医治。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接下来我们要用奉献来继续今天的礼拜。今天如果有第一次来到双连教会的朋友，还没有在石头外面的爱网填写留名卡的朋友，那可以拿起座位前红色的留名卡来填写。那待会交给我们收奉献的执事同工，让我们牧师待会有机会来介绍。我们开始今天的奉献。请大家起立，我们来做奉献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保守看顾台湾，让武汉肺炎的疫情能够有效的控制。也求主保守看顾全世界人受武汉肺炎疫情肆虐的国家与人民，恳求主亲自掌权，让这个疫情能够很快的受到控制。我们也要感谢你赏赐我们够用的恩典与才能，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需不致缺乏。在此，我们献上微薄的奉献，作为教会圣工所用，求主悦纳。这样的祷告都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请坐。接下来我要报告，请翻开周报第4页。本主日为总会所定的社福事工关怀主日，总会平安基金会所属社福机构结合教会和社区推动双福事工，服务身心障碍朋友、松年长辈、劳工、海员渔民、单亲家庭及弱势族群的身心灵需要，请兄姐关心代祷与奉献。7月9号，本周四上午，西罗亚诗班由杨新照牧师带领到龙潭教会课中松年部音乐灵修会演唱。肢体关怀本会会有于云霞姐妹于石春之妻于6月23日安息主怀，于7月18日下周六上午10点半在台北市立殡仪馆景仰楼1楼至亲一厅举行入殓告别礼拜，请兄姐关心与代祷。本会会有陈淑英姐妹前松大舞蹈老师于6月25日安息主怀，已于7月4日于台北市立第2殡仪馆举行追思礼拜，请兄姐关心与代祷。本会会有辛向华弟兄于6月27日安息主怀，定于7月7日本周二下午1点半，在台北市立第2殡仪馆景仰楼3楼至美2厅举行入殓礼拜，并于7月12日下主日下午1点半在本会10楼礼拜堂举行告别礼拜，请兄姐关心代祷并参加，愿上帝关怀安慰以上的遗族。接下来是恭喜本会会有陈立德、冉光宏伉俪于6月29日喜获灵儿，愿上帝眷顾新生儿及全家。那接下来请翻开第6页，牛埔庄委员会消息。邀请网红阿华师以现代青年的立场来分享母语使用的重要性，欢迎各团契戚友青年都来参加。那时间是在7月11号礼拜六上午10点钟，在10楼礼拜堂。讲题是用殉情的心情讲台语。以上报告。那接下来我们请蔡牧师来祝福与差遣。弟兄姐妹，大家平安。牧师首先来介绍新朋友之后再来进行中保代祷者的祝福差遣。首先第一位来到我们要介绍的是李清宇同学李清宇同学在前面他是鸿翔的朋友欢迎欢迎那第二位是陈润庭先生，在这边欢迎欢迎那其他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牧师来介绍。好，那请这两位贵宾待会可以到我们的贵宾室去做进一步的接待跟介绍。那这时候牧师就要来进行这个祝福差派礼。我们这一期的这个中保代祷者一共有54位报名那请在第2堂的你参与中保代祷的，请到前面来。好，今天你们要担任教会所委派的中保代祷事工的代祷者，你们当诚实的回答牧师所问的3个问题。首先，你是否愿意接受神的赐福差派，委身于中保代祷事工，担当祷告的使命跟责任？
你是否愿意彻底遵守中保祷告的时间，就是你们跟上帝约定好的时间，并且在这段期间当中，愿意忠心的参与服事？再来，你是否愿意在祷告室里所做的教会事工或是个人的代祷事项，只有单单与神沟通，除了已经在教会公开的代祷事项之外，所有代祷的内容向人必须保密？你是否愿意这样做？我奉耶稣基督的名，以及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双联教会小会的权柄，设立你们成为中保代祷者。你们当谨慎你们本身所做的，常常关心投入这个事工，尽力来服侍上帝，来荣耀上帝。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阿们。好，请你们向后转哈，你们向后转，我们给他们拍手鼓励哈。牧师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说他们在代祷室当中为大家服侍哈，你们可以做参与2件事情参与。第一件事情就是常常为这些代祷者祷告，第二件事情就是你可以写代祷卡，你有任何需要的祷告的事情，或是你的朋友有需要你知道有朋友需要代祷的事情，你就写在祷告卡上面放到我们的那个代祷箱里面，他们就会在祷告室里为大家祷告请大家再一次给他们鼓励愿上帝赐福保守。好，请回座。好，这时候我们一起起立来唱祝福的歌曲。